讲到昨下晡呢，这 IDF 建国号战机伫咧台南市区的天顶发射火焰弹，有民众是亲目睭看到，空军也讲等咧调查咯。这也是 IDF 战机一个月来第3届意外。就专家认为，讲这火焰弹的意外来发射出去，真有可能是人为，也有可能是故意。伫咧市区发射这款物件是有危险性的，伊也呼吁讲这空军就要赶紧查明真相。战机飞过天顶，闹到真大声音，这伫台南市区是第看的一幕。也不过4月30日下昼煞突然发生无正常的情况，相片会当看到天顶闹落一团烟，看到地点都伫安平区文贤路292巷甲文贤路的交叉路口，而且唔那一位民众看到。在外面交话的时候，有一团像类似烟雾东西，火光的话是比较微弱，觉得这种不是很寻常的东西。火焰弹事实上，如果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市区里面的话，事实上真的很扯。空军证实是 IDF 建国号战机伫执行例行训练期间，发生空中火焰弹意外激发的情况。本属台南基地 IDF 型机以下，于昨日下午执行例行训练期间，发生空中火焰弹意外激发情事。加上这摆火焰弹的事件，已经是 IDF 战机伫1个月来发生的第3件意外。这2件分别是伫4月70甲16 ，IDF 战机降落马京机场的时，分别因为连台消防甲动压系统故障，造成机场跑道关起来。专家分析，火焰弹意外激发有3个可能性，认为机械故障甲静电引导的火。可能安全开关打开的误触这个热焰弹的这个发射开关，机器的短路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产生了这个激发的问题。定位它只要高，其实就会有引燃一些火药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火花的可能。专家认为，火焰弹会当伫真短时间内产生高温、5度红外线导引的飞弹，互原先封锁定的战机脱身。若落伫市区，较会导火的物件顶，恐惊会引起危险。呼吁空军要赶紧查明原因，维持民众的信任度，甲国军士气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